哦，过来，小姐。对啊，这较我头的，就大伫海面上飞，啊，就摇落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出国讲台语》，我是阿婷。今仔日来到这个所在后壁有足侪田，佮看到山，这就是咱的宜兰。啊，今仔日来宜兰是要来找一寡咱叫做道鸟，就是寒天会飞来台湾歇寒的鸟啊。这个道鸟内底有真侪的种类是一寡水鸟啊，啊像我后壁，你刚看得到，我后壁这有一阵足大阵的，因就是即马伫遮咧休困。啊，伫咧较外口迄几只是咧找物件食，啊，即种就是叫做乐卡，因的较红红啊，足长的，啊，所以因就较爱即种水较深的水田内底。哇，这个一阵飞过来，我刚拍到。啊，迄边有几只较白较细只，迄是另外一种乐卡，因即两种是无共种，喙翘翘的，也是一种乐卡，啊，毋过伊的喙是翘喙的乐卡，啊，其他即种一般的乐卡，因的喙是尖尖直直的，拢安尼咧通迄个水田内底一寡鱼虾啦，是虫安尼。好，啊，除了乐卡，等下搁要来找一寡其他的鸟啊，哦，搁要去找一个宜兰的朋友。今仔日来到宜兰，阮搁来找我的好朋友，就是田东米的头家克安。大家好，啊，阮今仔日来遮是要来看，寒天会来咱遮做人客的道鸟。寒天来鸟啊，你较介意什么鸟啊？还是较特殊？我细汉时阵是较介意乌面lap飞啦。乌面lap飞，乌面lap飞伫打 K 嘛，然后打 K 遐差不多。每一年拢有差不多10只到20只安尼嘿，但是遐即摆吼迄都起厝起伤济啊啦，所以水田吼变较少安尼啦，所以鸟仔就鸟仔吼都看较无安尼啦，所以即摆就较介意新南遮嘿即种玉衡科，但伊我嘛毋晓讲，即摆就较介意看这。哦，了解。啊，所以你即摆后壁像即地是你的嘛？这是我的田。啊，所以恁的田有啥物？你敢有做啥物代志是会互迄鸟仔较介意来？阮即只新南的田吼有差不多8间的，是拢无蛇药啊，吼，嘛无蛇合法个肥，完全无份，就是说讲咧种友善环境安尼啦。上重要是伫寒天的时阵，阮的田会做，我嘛会晓讲七地营造，哪讲？七地营造，袂晓。好啦，袂要紧啦，互伊带较舒适就对啦。所以爱安怎会看起来较介意？有种侪鸟啊吼，伊较介意秘伫草内面。所以，阮的田环啊，会做较宽，啊顶悬有种侪草。哦。啊，伊咧飞的时阵看到草，介意这是第一种。专感了，这是第一种。啊，第二种就是像老皮球后边安尼，这就叫泥滩地啦。这种鸟吼，玉衡科吼，伊的骹吼，较短。安尼安尼啊，伊水爱放互打像安尼吼，爱看到头安尼。了解。但是袂使打起哦，头袂打起，就像安尼。这是第二种啦。第三种就是，田内面其实拢有米坑啦。这米坑吼，坑较久，啊内面会洗糖，洗糖了鸟就来食糖安尼啦。啊，所以你会甲迄摕来创啊？这个才是再生稻，在新稻啊。在新稻内面本身会使蜜胶啊嘛，蜜胶在内面，所以就是四项，田环有草，是水放较大咧，水放较大，水放较大咧，啊米坑啦，米坑，啊有这在新稻啊啦。安尼恁遮较在地就是，在地吼就是养鸡啦，养鸡啊，养鸡有足侪种嘛，啊像水咖喱嘛，红冠水鸡，水咖喱啊嘛有人叫红过鸡嘛，啊嘛有人红卡层啊，白虎养鸡，咱讲迄条小养鸡。哦，我嘛唔知，第一啥物名？来查看卖。小养鸡我花椒20年啊，我膝盖尔。膝盖尔。哇塞！啊，拄到好今年寒天吼，伫田内有一只。哦。啊，第二种就是这小型的玉衡啦，细只玉衡啦。啊，像东方环境藤、长子冰玉，足侪种哦。你底骹伫新南遮有差不多10种。哦。足侪。啊，第三种就是海蛤啦，海蛤就是用人讲燕或鹅啦，燕，白鹅燕、豆燕啊，台语拢叫海蛤。啊，海蛤嘛是伫新南遮吼，
应该是全台湾。啥雄雄遐细声啊？因为无都是新南遮看海狗，就是全台湾上好的所在啊！真的哦。对啊，海狗，每一个所在都无共款呐。对啊。所以你看鸟啊，还是你要保护鸟啊，你看的所在爱真济，了解。才有法度保护鸟啊嘛，嘿。啊，你若是一直保护同一个社区，但是都真济鸟啊，你都看无，嘛无法度保护。了解。所以这就是保护鸟啊上歹做的所在啦，就是安尼。因为鸟会飞嘛。对啊。所以范围也就大。一定爱看，一定爱。哎，愈侪人来做愈好。就是安尼。了解。好，多谢，铁安啊，后摆过来遮佚佗。好，拜拜，再会。